拉斯維加斯，前奏4個8，得一段4個8，跳4個方向，有一個間奏4拍。好，而家我講個間奏先，開右腳，開開收收，呢就係間奏，係喺第3次翻嚟12點做嘅，而 ending 咧喺9點做，前面2個8就係 ending。好，而家冇做講解，我哋開右腳，行3步踢，雙手拋出去，前2、3踢，推後拼前。第2個8，開收收，環後點，第3個8，環後點，環後一拎，前叉，第4個8，前踏後踏，5 hold 6 7 8，好，我而家喺9點做，前面2個8就係 ending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踏入個上前，打開手就係 ending。